Hello，歡迎再次返到嚟漂流書室，我係咕嚕。小朋友，你哋全家人出門去旅行嘅時候，爸爸媽媽係咪會打開手機上面嘅 GPS 或者 Google Map？我哋可能就會迷路，唔知應該要向邊一個方向行。上一集我哋講到劉備好有禮貌咁樣請到超級天才諸葛亮老師幫手。諸葛亮老師雖然一直住喺山入邊，但係佢係一位好強嘅領航員。佢雖然唔出門，但係就知道世界發生乜嘢事。今日佢為我哋帶嚟一張未來嘅地圖，話俾劉備聽未來嘅世界將會分成3部分。呢個就係《三國演義》入邊好出名嘅典故隆中對。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天才老師係點樣計劃未來啦。喺一個安靜嘅小草屋入邊，諸葛亮老師鋪開一張大嘅地圖。諸葛亮指住地圖同劉備講：劉備將軍，而家北面嘅曹操太強大啦，我哋唔可以同佢硬碰硬。東邊嘅孫權家族住喺大海邊，基礎好穩固，我哋可以同佢做朋友。劉備好專心咁樣聽。諸葛亮就指住西邊嘅一塊綠色土地，佢就同劉備講：你睇下，呢度有高山嘅保護，土地非常肥沃，呢度就係我哋建立新屋企嘅地方。諸葛亮仲同劉備講：只要我哋按住計劃一步一步咁樣行，世界最後會變成3個大國家，就好似一張3隻腳嘅凳仔一樣，企得好穩。劉備一聽完，佢心裏邊就好開心。佢之前淨係知道要努力，但係根本唔知道應該往邊一個地方行。而家有咗呢張地圖，佢終於見到希望。小朋友，諸葛亮老師嘅地方唔在於佢識變魔術，而係在於佢好識規劃。佢每日喺山入邊讀書，觀察天氣，觀察每個人每件事。佢將所有學到嘅知識都變成最好嘅計劃。佢同劉備講：我哋先要幫助別人建立好嘅名聲，然之後再揾機會建立自己嘅地方。呢一張地圖唔單止畫喺紙上邊，呢個時間亦都刻咗喺劉備嘅心入邊。從嗰一日起，劉備唔再係一個到處流浪嘅草鞋英雄，佢變得有目標、有方向、有領導。呢一個就係知識加上規劃產生嘅超級力量。我哋今日要學識一個字叫做規劃。規劃意思就喺做事情之前，先諗好第1步、第2步、第3步要做啲乜嘢。就好似你要起一座好靚嘅 LEGO 城堡，你唔可以隨意亂拼，你要先睇說明書，又或者喺個腦入邊先諗好城堡嘅樣究竟係點。呢一個就係叫規劃。各位爸爸媽媽，小朋友喺學中文嘅時候係好需要一個規劃。就好似我哋呢個星期認識3個英雄，下一個星期我哋就會學識寫自己嘅名。有咗規劃，學習就唔會變得有壓力，就好似喺地圖上邊尋寶一樣。我哋今日時間去到呢度啦。劉備有咗地圖，有咗天才老師，佢好快就要進行下一步嘅行動。下一集，曹操嘅大軍終於要嚟啦。諸葛亮老師要第一次指揮打仗，我哋一齊睇下佢有幾犀利。佢要用一把神奇嘅火，呢一把火叫做火燒博望坡。我係咕嚕，我哋漂流書室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